我最討厭嘅老闆呢，就係廣東嘅老闆，因為佢哋太孤寒、太精明，開口埋口呢，淨係識講錢。項目只要冇現金回流呢，佢哋馬上就叫停。訂單冇呢，佢哋即刻就話放棄唔做。你叫佢將生意要當成長期事業呢，佢就要問你呢個月到底揾唔揾錢。你叫佢唔好淨係睇眼前嘅利益，佢就會話你真係傻仔。同廣東嘅老闆做合夥人呢，千祈唔好講感情，乜嘢醜話呢都要講喺前面。賺錢之後要點分，蝕咗錢要點樣計。網絡成日話廣東老闆一身銅臭味，冇溫度，冇情懷，樣樣嘢都講錢。呢一啲都係網絡上對我哋廣東老闆刻板印象嘅誤解，我唔認同。我係土生土長嘅廣東人，北漂做過10年嘅電影，啱啱翻到嚟做咗老闆 IP 1年，有200幾個實體嘅老闆嚟參加我嘅線下課，從我哋0到1做起咗老闆 IP。我見盡各行各業嘅廣東老闆，我認為佢哋都係有情有義、有擔當嘅。我見過新會做檀香工廠嘅老闆娘，為咗保住幾十個員工嘅飯碗，日頭接單送貨，夜晚自己去做淘寶，自己去拍視頻，經常2、3點鐘都冇得瞓。我又見過深圳一個老闆做亞馬遜被封咗個賬號，所有嘅貨都停咗喺個碼頭，一夜白發。最難嘅時候，將最後嗰間屋都攞咗出嚟壓咗，就係為咗發工資俾員工。我又見過佛山有一個設計師，日頭身水身汗喺工地監工，夜晚咧翻到去凌晨通宵要剪片拍短視頻獲客，就係為咗保障佢嘅家人喺呢個咁難嘅時候可以安穩過日子。皇天不負有心人，做短視頻唔夠半年，佢就線上新嘅獲客訂單超100萬。佢同我講，佢將中年臨近崩潰嘅自己救咗翻嚟。所以廣東老闆嘅現實並唔係冷漠，而係佢知道，如果佢一旦冧低，佢身邊幾十個家庭都會面臨困難。佢哋表面上睇起嚟唯利是圖，但係實際上佢哋比所有人都有情有義，對家庭負責，對員工負責，對上下游供應鏈都要負責，頂住壓力發工資，壓咗間屋維持生產線，寧願唔賺錢都要令到佢哋下邊嘅員工有工開有件做。佢哋睇起身講錢無情，但係實際上非常講義氣，因為佢哋知道而家生意實在太難啦，唔應該去講浪漫，唔應該去講情懷，喺此時此刻只能講結果，講利益。廣東老闆喺每一個年代都係我哋國家重要嘅經濟支柱，佢哋務實，佢哋唔虛榮，佢哋腳踏實地，佢哋願意落一線，從頭做起。我覺得呢啲唔叫做銅臭味，我覺得呢啲叫做人情味。加油，廣東老闆！